尽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黄盖，你这缩头乌龟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里的人都被你杀光了，黄盖应该也在他们之中吧？还有，最后一个，国贼，天下人会永远记得你的谋朝篡位，永远记得你的不忠不义。今天死在这里的每一位忠臣烈士，他们不死不灭的精神，更会像厉鬼般缠着你，诅咒你。你不只得不到天下，更会受尽后世唾骂。主公，袁绍将死，这人留着也没用了吧？督抚国贼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世间将容你不得。对，你将会被自己人残杀，甚至是自己的儿子。胡说八道！主公，让我杀了这老东西！骂得好，像一个不知所谓的泼妇。汉室将亡，并非亡于我手，而是亡于像你这种尸位素餐的蛆虫。你贵为太傅，高官厚禄，享尽荣华，却上不知劝诫皇上，下不知监察百官，这外戚阉党祸乱宫廷，黄金贼寇荼毒天下，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。你凭什么在此满口忠义之词？我问你，究竟是眷恋自己一手腐化的国家，还是眷恋自己的荣华富贵？圣上，请你不要理会这国贼的胡言乱语。臣等之心可照日月，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的心。袁奎，你既无扶国之见，也无救国之能，甚至你根本不明白天下百姓的心。天下百姓的心？这国贼竟会有如此政见？不对，你不是不明白百姓之心，你根本就是不在乎。扪心自问吧，袁奎，你和我之间究竟谁才是国贼？董卓的样子是在膨胀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幻觉。老家伙，果然还没死！快跳！在下不会水啊！嘿，弓箭手！不要停！老家伙是孙坚的水师提督，水性好得很，给我再射！无妨，不用管他，差不多该去王城了。这么说，袁绍已成功逃出皇宫了。以袁绍当前残存的兵力，只可逃往旧王城。吕布已引兵埋伏，我们从后方夹攻，这就是天下第一计谋，城下一句的真意。3位残兵到此为止了。残兵的招数你还有很多没见识过，机会难得，想不想开开眼界？雷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咱们趁机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回来呀！事到如今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只是一个佣兵，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吕将军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公子，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有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对吗？吕布，她是我的，你敢？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她说什么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小孟，你……
中刺。凤姐，抱歉，计划失败了。想要挟持我逃出洛阳，残兵果然不简单。公子，好险啊！若刚才的是你，公子，你不是说过要他吗？我可以安排。我没说过，你记错了。不，会死的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完全猜不透。仿佛一切都在他计算之内。红色，这是水，还是血？如果这是水，为何如此炙热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人还是鬼？他在笑。人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痛楚。难道是鬼？原来我真的到了地府。停！不用来了，我不是叫你们留守在主公身边吗？对付这些西凉人，有这一把斧子就够了。文丑啊，我真的摸不透你的实力。前面把守王城的，想必是更厉害的货色吧？不过，我今天状况绝佳，就算有10个吕布，我也吞得下。见鬼了！主公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算是10个吕布，你也吞得下。早知如此，就该说10位美人了。这个人就是河北文丑。那么和废帝刘辩在一起的，自然便是袁绍了。听说吕布曾独闯五里军营的中心，单人匹马击杀了独眼龙刘宗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以他一人之力如何办得到？今天见到各位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吕布原来不止一人，难怪如此厉害。既然知道厉害，还不速速退兵？文丑，敌军势大，不如好，好想与尔等一战啊！各位吕布来！一招就败了，还是被腹背，连胯下的坐骑也承受不住这力量。死得不漂亮啊！如果这人是吕布，莫说10个，就算100个，我也吞得下。
李兄，我曾经听你说过，当主一夫平定天下之后，你想当洛阳太守，所以，许灵兄，我把洛阳城烧给你。在你接收洛阳之前，我先将夺你性命的凶手带来了，推出去。大公子，王副帮主，你也在这儿？混蛋！到底有多少个吕布？小梦，你……没错，就是他中了吕布的奸计，我们才又见面了。大公子，我……张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这样子好漂亮啊！你也看看场合吧。不愧是大公子，跟我先前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今天，大家都见识到吕布真正的实力了。从落在他手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只可惜，连累了清风帮的兄弟们。大公子此言差矣，若不是残兵提前告知汾城一事，让弟兄们早一步离开洛阳，恐怕清风帮就要葬身火海，从此消失了。现在我们只牺牲了几十个人，却救回了数百弟兄的性命，谈何连累？说到底，罪魁祸首还是我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大家怎会……通！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？造反了吗？还是发疯了？发疯的是你，风言风语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大公子，你以为残兵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况且你还不知道，此时此刻我们那个疯子首领在干什么呢？这么说还有后招？对呀，还有那家伙在。大公子的心情好了许多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。吕布，站那么久，也该腰酸背痛了吧？咱们来切磋一下。很好，我的手也痒了。对，动动手比较舒服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先斩吕布的竟是我们。今天，我们可以在王城之内亲眼目睹吕将军战斗的英姿，着实令人心潮澎湃。来，让我带头助个威！吕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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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将军！士气好高，这些人对吕布有着绝对的信心。吕将军，战无不胜！副将中标了！军，别喊了！吵死了！对，吵死了！ 100斤，哼哼，错，是150斤。吹牛！你这矮子怎有如此力量？别笑死人了！但是，待我左手一挥，力道足有1000斤。要倒了，压下来了，跑啊！这不是人呐！这力道何止1000斤，但是单凭蛮力是不可能赢过我的。我有的是蛮力，所以才担当先锋。至于杀人，
是他的工作。残兵这么强的吗？看来雷和昂还没使出那招。真的有希望赢过吕布吗？可怕，真是强的可怕。怪不得连行事万无一失的许林也。残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吕布也名不虚传啊，连马屁也拍得比别人响。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连招之下活命的人，也会是第一个取你们性命的人。有可能吗？他还没用兵器呢。不妨告诉你，无论用不用兵器，你都敌不过我俩联手的最强一招。这一招很强哦，连我们首领都挡不下来的。刚好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为了提升你们的战意，打赢我，便免你们一死。好大的口气呀！雷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听得不是很清楚，似乎是说要饶我们一命。呸！你怎么看？很想揍他一顿。那就来吧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执掌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十年家书寄托行。力气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气悲苦，无期是